課文二北京。北京是中國的首都，也是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城市。北京的天氣四季分明，當中秋天既晴朗又涼快，最適合旅遊。雖然北京有不少古蹟和文物，例如故宮、天安門廣場、長城等，但中國近年經濟起飛，北京城市現代化，最吸引遊客的地方就是新地標，外形獨特新穎的鳥巢和水立方，那是2008年奧運會的比賽場地，已經開放給公眾使用，遊客日間可以到各名勝參觀，晚上可以品嚐聞名的北京烤鴨，享受旅遊的樂趣。